朋友啊，爱活就爱动，所以咱今日甲时间交互咱上个专业的汉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汉操做伙的汉教练。个今日咱的主角是咱的桂冠阿嬷，哎来到现场咯。大家好，伊个有咱的乖孙来玉福。今日要做运动呢，首先来准备什么款的器材呢？教练？其实做简单的，一张椅啊就好啊。哦，一张椅仔就好咯。这椅仔有什么款的选择？四支卡，四支卡的吼，四支卡哦，才会知，才会知，所以袂使有链呐。哦，袂当有链啦。啊，若是上好吼，咱爱有拼的所在。哦，后壁会当拼呢。为虾米？才袂倒头栽。对，危险嘛吼。对。安尼坐伫这个椅仔会当做什么款的动作呢？今日咱教3个就好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等下第一个动作，咱的身躯吼挺好正了，双手放伫头前，正脚伸出去。揪转来，换倒脚，过来正平。嘿，哇，倒平，阿嬷你做甲做好的哦，吼，等下咱撒背就好啊。撒背，撒背。啊，第二个动作，正脚打边啊。安尼。啊，双手放倒位？双手放无共边的所在。无共边的所在。所以袂使共脚共手哦。哦，阿嬷，袂歹。好，来，转来换平。共款爱做几个？8个。哦，这是第二个动作。第3个动作，咱走起来。哦，咱爱甲咱的双手放边啊，走起来，敢若咱的越公车共款。安尼。对，所以哦，所以这个动作会较忝。好，这应该吼，大家缀音乐来行一届咧，会较顺，好不好？对，咱试看卖。直接请老师音乐请了。好，来听着音乐，来行路，正常行路就好啊。来，身躯挺好正，会记你足美丽哦。来，双手放伫头前，正脚。来，即马咱咧做的时阵，若是感觉头无爽快，会使较细的不要紧。阿嬷做好的哦。来，即马正脚打边啊，双手放倒平。无夹脚啊，无共手。哦，速度拄啊好，对无？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即马双手搁一届，头前背下，甲咱的脚尖勾起来，大练即马会使无？会使哦，阿嬷会使无？哎呦，你做甲做甜的哦，来正脚转来，换倒平，正平，咱甲咱的手放边啊就好啊。爱有喘气哦，即马来双脚拍互开，竖开。喘气，袂使进去哦。搁一届，边仔竖开，了嘴吐开，两只脚叉腰，来走起来，为头前走咧，后壁走咧，搁较紧咧，头前走咧，后壁走咧，好，转来，双手搭出去，来几个？8个，好，阿嬷加油，对我做哦，好，够有，来正脚拍开。双手放伫边啊，最后会晓的人，咱的动作会较大咧。搁一届，来即马头前踏出去，倒脚，水哦，脚尖勾起来，对，来换正脚为边啊搭落，双手放边啊。其实啊，咱平常时咧做的时阵啊，安尼简单的动作你就会流汗对无？对，我即摆已经开始咧唱歌。来头前走起来，是哦，后壁走起来，来对弯行，正边走起来，换倒边走起来，行咯，足喘的对无？阿嬷，你有喘气无？有啦吼，做甲足欢喜的。来，双手放伫肩胛的头前，正脚打边啊。无共脚无共手，正脚转来换倒脚，水哦。搁有2个，来弹吉他，正平弹吉他，好转来，行路，继续行路，好倒边弹吉他，过来，好行路。今摆哦，甲咱的2支脚拍开，一溜火，咱爱放伫咱的胸腔的头前。一蕊花，哇，阿嬷跳了真好呢。对哦，我乱头。你有感觉规身躯拢安尼烧热起来无？哇，有吼，袂歹。以后预付吼，就带阿嬷伫咧厝做运动。